前个月，台中一个毒品的通缉犯拄着警方甲伊临检，伊说是赛车弄警察了后就随逃走，造成一个警察卡断去。经过调查，发现有4个同款是毒品的通缉犯咧甲伊斗接应。警方是先甲这个共犯拢抓起来，尾仔嘛有顺利抓到这个逃走的通缉犯，以毒品甲加重妨害公务等罪嫌来上班。 警方伫南投市锁定这个姓洪的查甫人甲姓陈的查某人，甲因压制检查。蹲下，去卖包，就要蹲着，蹲下，都蹲着。另外，伫台中探子陆续查到姓柯的查甫人甲姓曾的查某人，嘛入去厝内搜查。你麦当，你麦当。好，先站着就好。你站着就好。我是警察。 这4个嫌犯拢是毒品通缉犯的身份，警方会找因是因为因牵涉到接应。顶个月17日，伫台中代理涉嫌冲撞关境的4道毒品通缉犯。下车，下车，帮我挡啊！下车。 顶个月17日，这个4道的毒品通缉犯伫台中代理，互警方拿查。啊，毋过伊毋若无停车，毋管关键开枪警告，伊阁吹油门冲撞警方了后逃走，造成一个县区的关键卡骨折。警方追查了发现，伊甲犯案用的车等伫中华分园了后，阁走去台中中华南投这个县市，由其他4个毒品通缉犯来接应，制造真侪断点通闪米。警方切断4道查甫人支援了后，车伫通改抓到。 期间搭乘租赁车、高铁、计程车等各类交通工具，企图混淆警方追踪，左嫌换车换人，交叉掩护相当狡猾。警方查到包括安徽他兵、4号海洛因甲大麻这证物，询问了后，伊才有毒品甲加重妨害公务等罪嫌法办，互冲浪的县区环境，目前伤势稳定，当伫厝休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